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1月初3。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2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雅各的天梯。咱拢知影希伯来书强调信心，因为迄是基督信仰内底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呢，若无有信，咱就啥物拢袂当做啦吼。信心最大的目的，其实是为着要来亲近上帝，跟对上帝，并且领受上帝的祝福。伫旧约迄一位足安尼坚巧迄种上帝祝福的追求者雅各，伊捌抓做家己的方式足好诶，会当互家己来蒙恩得福。伫欺骗伊的阿兄得到大囝的名分，佮欺骗伊的老爸得到祝福了后，不得已伫伊老母的计划建议的下面来逃亡，要倒转去伊的阿舅列班的所在。但是伫迄路因为伊真忝就困去，就做梦啦吼，梦见着天梯。有天使起起落落，迄个是通往上帝遐的一个梯。上帝伫伊梦中来显现，并且互伊明白甲上帝建立关系，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记载着雅各逃亡的事，以及伊梦见着天梯的过程。雅各离开别是巴，要去赫兰到一个所在，因为日落就伫遐来休眠。遐伊摕一粒石头做枕头，伫遐困。伊梦见一个天梯，一个梯踩伫迄个所在。梯的顶面拄天有上帝的使者伫梯安尼起起落落。迄时上帝徛伫梯顶。讲我是上主，你的阿公亚伯拉罕的上帝，嘛是以色列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得困的所在赏赐互你甲你的后代，你的后代会亲像地上的雨伞罕济，你的东西南北来发展。地上万族会因为你甲你的后代来得到福气。你无论倒位去，我要甲你同在，保护你，嘛要带你到来这个所在拢袂放杀你，直到我实现对你所讲的应允。雅各对面梦中醒起来，就讲上主真正是伫遮，我竟然毋知。伊真惊，就讲这个所在是有够可怕啦吼。这真正是上帝的厝，是天的门。雅各透早起来，就将伊所做枕头的石头徛做条，佮倒油伫迄顶面。伊甲迄所在号做伯特利。这个城本来叫做罗斯。雅各下愿讲：上帝若甲我同在，一路保护我，互我有米通食，有衫通穿，互我平安倒来阮老爸的家。我就尊上主做我的上帝。我采起来这个条石，这个石要做上帝的厝。所有你赏赐我的，我一定献1/10互你。第3个教会礼拜堂的新建的过程的中间，6楼礼拜堂因为有足济的窗佮有外面有烟架，讲台后面的十字架佮顶悬的圆窗，烟架都伫架伫的后壁，拄好，迄个楼梯拄做伫迄个上正中十字架佮这个圆窗内底，何牧师马上联想到迄个雅各的天梯我会放相片甲咱分享就敢若咧亲像咧提醒咱，毋通掠出家己足敖啦一定爱靠主才会当得胜安尼搁一个说明强调信心也好啦，天梯也好啦，拢是咧提醒咱
对，咱靠家己袂使，将来爱对未知的将来呢交互上帝。然后更较重要的条件，当然是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推呢，其实就是这个连接，这个两个无共款所在的管道啦吼。这个通往上帝的一个媒介，就好那亲像信心共款。伊比来说11章13节到22节来讲。这个拢是到死一直有信心的人，因无得到上帝甲因应允的，毋过对远远看见就欢喜，承认家己不过是地上的出外人，是行脚的。讲这个话的人表示因伫敲找一个家乡因若是伫怀念离开的所在，也有机会通倒去。不过呢，现在伫羡慕的是天顶迄个更较好的所在，所以上帝伊无因为因受称伊做上帝感觉见笑，伊甚至为着因来准备一个城，对神亚伯拉罕受考验的时，献以撒做祭物，就是承受应允的亚伯拉罕去献伊的孤囝。上帝对伊讲，对以撒生的才通算做你的囝。亚伯拉罕想讲，上帝会当互以撒对死中间搁活，所以通譬如讲以撒是死搁倒转来，对神以撒为着将来的事甲雅各甲以色来祝福，对神雅各甲临终的时甲伊约瑟的囝一个祝福，伊靠伫这个棺仔头敬拜上帝。对神约瑟临终的时有提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佮吩咐关系伊的骨头埋葬的事。诗篇72篇，上帝求你将公正的判断赐予王，求你将你的公义赐予王的囝，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照公正判断属伫你困苦受压制的人。愿大山带和平互伊的百姓，愿小山互因拢享受繁荣。伊会替百姓中间困苦的人伸冤，伊会解救散车人，会拍碎压迫者。愿因敬畏你日久月深，直到万世代。愿王亲像雨水落地草割了的园，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土地。伫伊坐位的日子，二人会兴旺甲月平久享受大和平。伊会掌权对这个海到迄个海，对大河到伫地极。住伫旷野的人会归乐伫伊的面前，伊会对着完全降服。他施甲海岛的列王来进贡，西巴甲西巴的王来献礼物。万列王拢拜伊，万国拢服侍伊，因为散车人求救的时，伊会救因；困苦无依偎的人，伊嘛会救因。伊会怜悯困苦散车的人，伊会拯救困苦的人的性命。伊会救赎因来脱离压迫甲强迫。伊看因的性命做宝贝。愿王万岁！愿伊接受西巴进贡的金，愿百姓时常为着伊祈祷，规日祝福伊无停。愿这个土地五国丰收，满山平有麦穗，亲像黎巴嫩的树若哈尼旺。愿城内的人亲像地上的草木生兴旺。愿伊的名留到永远，亲像日久月长流传。人会因为伊来得到福气，万国会称伊做有福气。至关上帝以色列上帝，只有伊行奇异的事，应该受称赞。愿伊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愿伊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亚西的囝大笔的祈祷到这结束。伫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阵，恳求主福，愿会当看见阮生命的天梯，
来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来军队主全然的依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